中國清軍史是套香港旋風，嘅中國清朝嘅經濟體系，到1979年實施改革開放了後，中國政府同清軍看做係改革開放嘅試驗場，還有展示改革開放嘅成果嘅窗口。對個45寸短短30年，兩邊就有幾千萬人口來去去嘅太詳細。其實清軍做東西方文化交匯嘅素材。佢咪係客家人民程度嘅詳細，到嚟下還係留落其他百草嘅客家維護同調流，用關南體系做例，同清軍市政府特別嘅保護下，嚟鄉里同鄉親為主嘅客家古民居，嚟變做係中國文化嘅基地。禮拜嘅呢啲報道，會帶觀眾到中國清軍，看下嚟幾百年嘅客家古民居同維護，完全有效嘅保留落來。先來看下清軍西外多年觀覽，對客家嘅前世嘅風向了解清軍，完全保存得到客家古民居。頭兩日早晨，一群小朋友來參觀牛湖太水田嘅辦花村，一興起來做頭老莊頭廣場搞起來嘅，像那頭幾百年前。中央做頭一幾片的拍相書底下，將是莊頭嘅小朋友可能咩係按樣搞得呢？對體力微數來看，陳俊兼香港觀覽喺度陳俊市量化新區，咩做嘅陳俊嘅白片。事實上，幾隻陳俊嘅白片，到1979年中國改革開放之前，上喺寶安縣、老非洲兩個別嘅，對江西、福建、老廣東山區來嘅行人。幾百年前大量駛過來，主要係攞康熙年間實施嘅前海復計有關。簡單來講，最重新開墾，包含觀覽老莊頭鄉鄰老鄉村嘅家草，代替做係按樣來嘅。廣東的客家，它的形成主要分布區是在今天我們的龍崗區、坪山區、龍華區、觀覽這塊地區。那麼這塊地區北邊就接到惠州，再往北就是廣東的梅州、新林這一帶。當時當地政府在做文化普查的時候，就發現有這麼一個客家古村，保持相對比較完好。另外呢，就是作為觀瀾來講呢，客家人、客家文化，這個對觀瀾這200-300年的影響很深遠。人家行到民國地步啊，人家發現人家地步有幾百年歷史，人家台牌沒當起位啊，行起來落落靠靠嘅，看來隨時會廢鐵樣嘅。打造觀瀾變成中國的辦法基地，其實唔係調時限呢。照理來講，一隻城市建立時間按短，當然有所講嘅文化基礎。對2004年，第一屆中國國際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，咩做嘅文博會，同陳俊舉辦過後，陳俊開始前文化歷史項目，咩拿牛湖村嘅太水田，一老莊頭做得做馬嘅喏。就想到誒，也特別拄好係中國新文化運動時期有名嘅辦法家陳延橋嘅落鑊。唔係種嘅田，嗰間種田咧喎，要田來喎。哦，嗰下係是講本證書嘅係嘛？啊政府證書都唔係證書租嘅，個租嘅，5年。80歲阿婆馮慶元係梅州市五華縣行人，嫁到陳鑊。後生時節還係個老莊頭，佢也係到富區呢，包含佢妻女，當到鄉鄰老鄉村嘅後代人，還係接上到莊頭都行了了。佢阿所在辦法村嘅調咧，佢差唔多4層樓按過，當過當到窗口，看得出頭班人為到當到本人打落來，佢作為當到防禦設施，同當個看得下去，佢隻莊頭清清楚楚。從一種調樓辦法村總共有3棟，佢嘅樣式落去嘅年代都冇共樣。實際上，鄉鄰喺廣東開平嘅行人，開平嘅碉樓不但做當有名，也還有1833棟碉樓。同2007年，開平嘅碉樓主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做世界文化遺產之一。對碉樓體系來看，觀瀾確實係同陳俊受到客家文化影響較大所在。這個版畫村現在叫版畫村，其實呢，你說版畫成就了這個地方，讓人家知道。甚至我應該反過來說，還是這個版畫村本來它有這一塊，它成就了這個版畫。
半日子太同步，也特别早得本人看到的是，原来行人向南西到挖开天气留下来路桩头，和都市发展按揭的时节，还早得用艺术的城堡楼高土完整的保留下来。客家新闻陈清伟、钟永秀、陈俊报道。